完成低纖飲食之後，到咗晚上就要開始服用瀉粉。瀉粉會有2包，第一包瀉粉同第2包服用嘅時間以及間距，請跟翻我哋職員所提供嘅瀉粉紙所寫嘅時間去服用。服用方法係：先拆開瀉粉嘅包裝袋，然後將瀉粉倒入150毫升容器內，再將150毫升清水倒入容器，注意水溫用常溫就可以。兩者倒入容器之後，攪拌均勻，大約3分鐘就可以服用。第一包同第2包瀉粉之間，需補充寶礦力同埋清水各4杯，每杯250毫升。到咗服用第2包瀉粉，服用方法同第1包完全相同。喺服用瀉粉後嘅3小時內，同樣需要補充寶礦力同清水各4杯，每杯250毫升，直接帶變呈淡黃色並清澈見底。服用完所有瀉粉後，由凌晨開始禁飲食，直至第2日完成檢查。如有任何疑問，請向我哋同事查詢。祝閣下檢查順利。